后来，这个美国的猪肉每年的元旦都要开放进口，但是啥爱来标示，要安怎来标示，标准伫咧倒位，民众甲业者也是无啥啥。这个卫福部食药署昨暝来公告讲，只要是美国猪会当食的部分，包括这个肉品的本身甲腹内啊，拢爱来标示之外，若是有含猪油的产品，拢唔免来标示。那呢像一寡糕点啦、月饼啦，甚至是小食大的油葱。若是用到有3肉精的美国猪油，咱嘛唔知影，咱嘛是戆戆啊食。另外，这个农委会所公告的21种的3肉精，只会当验出其中的8种，还佫有13种验袂出来，这嘛互真侪人真烦恼。面烧好，淋一寡油葱，这个大面加真香。油葱酥调味，这样增加它的口感。内行拢知影讲，油葱会香，秘诀伫内面一定有猪油。加面啊，冬粉、米粉啊，才会加，香味比较好。美国猪肉进口要求一定要写产地来源，食药署嘛伫昨暝10点，预告食品标示修正草案。公告为精定的说明栏内面清楚写讲，这个猪肉也是会使食的部位一定要写，要么原料有猪肉的散装的食品唔免写。互人咧无啥啥，到底月饼甚至有这油葱的内面有猪油的，敢爱写出来？这里面我们大概还会再是预告嘛，哈，那基本的架构，我还认为朝向要标的一个方向来进行啊。外界嘛要问讲，全世界公告的3肉精有40几种，台湾的农委会公告有21种，要么我都验出来3肉精干那8种。检测里面，我们当然尽量检验比较多种，好，但总是要有一个市场的来源嘛。好，你拢没得用的物件，但是我们就不会验，好，那我们当然会验，就是说比较有在用的。美国猪肉伫明年1月7日开始进口，不过什么物件爱写清楚，要安怎写标准伫倒位，也有真侪疑问爱解决。